瓜有结那个结果实啊，所以要用这个带枝啊。哦，你看还可以看高铁，这边还可以看高铁，高速铁路火车通过，好棒哦！这南瓜，哦，要有那个架子藤子让它爬上来。啊，有这个南瓜结的那个果实，然后要用这个网，一个网才2块钱吧。要把它用的时候要把它翻过来，把它包好，避免那个蜜蜂把它叮坏，不然被蜜蜂叮到就会烂掉。然后这个花有分公的母的，公的就是下面没有一粒圆圆的，如果是母的，下面会有一粒圆圆的。然后要学会人工授粉呢。把那个公的拿起来，然后在那个母的花上面摩擦摩擦，哈哈哈。